这个世间那么咧忧郁紧、感觉紧、西药性，那么伫这当中咧，那么醉生梦死，所以讲咧，无法度人回天倒转去。那咱今仔日咧，修行学道，为了返本还原，这就是咱修道的宗旨，嘛咱的目标。虽然无执着，毋过咧，咱的修行咧，那么伊是清澈的，清澈，就是讲咱今仔日修道，为了就要当超生了事，要返本还原，倒转去口，咱本来即种自性，即种自性分伊的即个圆满，所以讲咧，有个人当然伊会无了解，伊会感觉讲你修道，你修道嘛是有目的啊，你咧修道咧，拢总是为着要成佛。其实咧，咱讲真诶，做任何一件代志，都有伊的宗旨，为何伊要去做？这就是咱人诶。那么，伫每一个工课内底咧，拢总是有诶。为什么要做头路？就是要趁钱。为什么去做工？就是要趁钱。那么咧，为什么要趁钱？因为有钱才会生活，这无法度改变的法则。所以讲咧，伫修行来讲起来咧，那当然咱今日得到修行，那么咧，我要会当真正超生了事，这嘛就是一种咱应该爱有的本分，咱应该爱有的本分事啦，本分事，本分事也就是讲今仔日，咱有了解这个家庭，有了解这个子女，那当然啊，有子女了后，咱的本分就是一定爱家己饲养大汉。无你敢会当讲我囝仔生了也莫插伊，无可能。那么咱的佛性，过去是佛，那么咧现在咧，那么已经蒙蔽袂见之路，无法度倒转去。那咱今仔日咧，会当真正当着三泽普渡，真道感谢，会当互咱一种回天的机会。那当然，咱尽到了着咱的本分。我要安怎家己修成正果？这是咱的本分啊！这毋是咱贪心啊！咱搁以前咱有讲咱一句话，本来这是咱的责任嘛，敢是安尼？